你该不会真的封我为后吧？不封你还能封谁？我不会是在梦游吧？难道我是到了路边洗头店，到了三温暖？娘娘吉祥！这封后大典可是一辈子就一次的事儿，这可不能怠慢了呀！原来是册封大典啊！娘娘，您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挑剔了？以前奴婢挑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不是您可心的。难怪以前张鹏鹏不受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设计师啊，品味太 low。绿篱，不是我眼光高，是因为你啊，是彻彻底底的女人审美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男人喜欢什么。你看啊，这只就比你刚刚挑的那只好看，简单而不失大方，优雅而不失身份，重要的是，还带着一点点的骚气。骚气？外面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我怎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少女思春的味道？啊，九王，给娘娘请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这只最配你，优雅大方，极具韵味。九王殿下，方才我们娘娘选的也是这一只。因为这是我们男人的品味。此次我来，是因为皇上命我负责封后大典之事，我便来看一看。不过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管起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啊？唉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让我掌管宫中内务，所以我才来负责封后大典了。九王，你千万别灰心啊！娘娘，你这是……我这是要告诉你，很多事情呢都要从基层做起，打好群众基础，你也一定能成大器。三哥这是要给我难堪呐！自上次江北一事之后，看似对我没有责罚，反而给我升了官职。可是这种差事不做也罢。如果这个是齐胜，这个是你，这个就是我。我们在江北大营的时候，你我都知道，齐胜早就有杀了你我二人的意图。不光是你，就连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。所以这个三角形显然是不成立的。不过今天我还要跟你说一个三角关系，这也是现在我想对你说的。刚才那个只是给你举个例子，这条是你，这条是我们张家，而这一条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。你和杨家已经组成了两角，无非就是差我这一角，便可组成黄金三角。黄金三角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固、最牢靠的三角，一旦固定，很难拆除。所以九王，你好好想想，要不要我这一角？今日啊，您同皇上手牵着手，一步一步地走出奉天殿，那气势真的是无人能及呢。我也是第一次啊，真切地体会到了唯我独尊、天下尽我的感觉，尤其是在文武百官的高呼声中。一个男人一生所求，也不过如此了。是啊，皇上他不仅拥有了天下，更拥有了娘娘您，而您拥有着皇上，总归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今天我喝了好些的酒，这一吹风头还有些疼，怕是不能服侍皇上喝酒了。绿篱，你不用乱找借口。朕在你这坐会儿便走，只想和你说说话。那说吧。朕9岁的时候，便知道以后要娶你为妻。很多人都觉得，是因我聪颖过人，乖巧懂事，成祖才授意先皇将我立为太子，好有朝一日登上皇位。其实他们都想错了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你不觉得你的性子像极了皇祖母吗？想必是那时我与你玩闹嬉戏，天真无邪，让成祖想起了他年少时与皇祖母相识的场景。据可靠消息，皇上这些日子只去过幽兰殿，但是却从未在幽兰殿过过夜。
哎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打听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了？是奴婢擅自做主，替娘娘监控视听，绝不能让江氏那个小婊子抢了娘娘的风头。我升了职，你也跟着升了职啊？你这叫狐假虎威，你知道吗？还不是借着娘娘的光嘛！而且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娘娘您呐。奴婢跟娘娘可是一条心呐。不过你汇报的这些八卦消息啊，倒是有点参考价值啊。放心吧，娘娘，奴婢是不会做无用功的。皇后娘娘，后宫的几个娘娘来了，怎么又来了？说是让娘娘主持公道。退下吧。是。他们这是天天都能找事儿让我主持公道啊，真把我这当居委会了。绿蝶，你去告诉他们，今儿周末我这居委会不办公啊，妇女联合会不联合，人家工作日再来。求娘娘为我们做主啊！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娘娘，此次来不为别的，我们实在是为您打抱不平啊。为我？是啊，娘娘，平日里你待江氏不薄，可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和良缘良弟在御花园里散步，竟然听到江氏的婢女在讲你坏话哦。是吗？他讲什么啊？说您待人刻薄，虚情假意，品味低俗，还有，说你心狠手辣，心机叵测，还说你恃宠而骄。哎，娘娘，您可千万别说是我们说的呀！皇上已经把江氏接进了宫，住在了幽兰殿，成了假娘娘。皇上这几日除了在幽兰殿，可哪儿也没去。我们实在是为娘娘感到不公平啊！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这一大早上说是跑来为我打抱不平啊，那是虚的。想让我为你们出头倒是真的吧？虽说皇上以前也几乎不来我这儿，可是他也不去别的地方啊。现在天天让那个假娘娘受独宠，我们实在是不甘心啊！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！自从我坐上皇后这个位置，就真的成了妇联主席了，整日帮着这些女人们解决一些邻里纠纷、情感矛盾啊，还有一些姐妹反目的这些破事儿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些女人们怎么就那么爱吃醋呢？就不能团结一致，相亲相爱吗？不过啊，女人之间的友谊啊，确实只能建立在逛街、买衣服、上厕所上面。我既然想让后宫的女人们团结一致，又不能整天让她们上厕所，也许我能让她们处在一个买的状态下。皇上，我实在是因为这些日子后宫里的娘娘们总来找我闹事儿，没有办法才想出这个万全之策呀。这和你说的乐事又有何关系？皇上，您还不明白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您啊。为了朕？您总去幽兰殿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而且反应非常激烈，只是没有人敢在您面前说罢了。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所以我才想到这个办法，让那些后宫的娘娘们有一个精神寄托。有一句亘古不变的古话，让全世界的女人都能够忘记儿女情长。You need cry, dear。直译过来就是哭吧，宝贝儿。但是今天呢是音译，就是有你的快递。不管你是生病、失恋、挂科，还是3天没洗头，只要听到这句话，所有的女人都会瞬间精神抖擞、容光焕发，整个世界充满爱。你所说的这个乐事，真有这么神奇吗？那当然了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别人做不好的我们做，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做。我们这个乐事商城将建立一个开放闭环式的生态系统。哎，生态你懂吗？啊？果真如你所说，有了这乐事商城，是否就能让我们3天内吃上西域的水果，10天之内收到南方各省的奏章，1天之内喝上北郊的羊奶了？那算什么？只要在我们的乐事商城背后再建立一个快递部门，一切就都完美了。哎，快递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飞毛腿快递。
好痛啊！我受不了了！别出声，受不了了！忍着。疼死我了，九哥！我的手已经不是我的手了。何止是你的手啊，我的手也不是我的手了。你说皇后想起什么来了？这样写下去会把咱们给累死啊！这件事如果办起来还是挺有意义的。鹏鹏果然是个有雄才伟略的女子。唉，罢了，每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有我这种苦哈哈的男人。快写吧，不然到明天都写不完这些快递单。